三鄉唔怕水浸嘅獨立別墅，而且仲係中心位置嘅，我哋嘅後花園呢，一線嘅水景係咪非常之舒服呢？我哋呢套佔地面積呢係399方嘅，比半畝地呢仲要大幾十個方嘅。上下嘅建築呢係2層嘅，可以做到5房4衛嚟使用嘅，而且呢套建築面積呢係241方嘅。睇下呢個開間呢係將近6米嘅大開間，係咪非常之大氣呢？餐廳位呢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呢個中空位呢，到時候可以做翻個房間喺上邊都係冇問題嘅。我哋1樓呢配備我哋嘅長者房，長者跟住我哋住1樓呢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入門嘅左手邊呢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啦，到時候都可以經過改造擴大廚房嘅。呢個呢就係我哋1樓嘅呢前面嘅全花園啦，呢個花園空間呢都有將近60個平方嘅喎，而且呢呢個位置可以停翻你個愛車嘅獨立嘅車庫啦，而且上邊呢仲有一個陽台位嘅，係咪非常之舒服呢？呢套建築面積呢係241方嘅，上下2層嘅建築，現時嘅總價呢係428萬嘅。如果你最近都想喺三鄉中心地段揾間2層嘅獨立別墅，要做到5間房嘅呢層單位，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。